大家好，今次為咗預祝老婆的生日，我預訂咗皇家太平洋酒店提案酒吧及餐廳推出的黃蜂蜜與甜香下午茶，同老婆一齊喺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偷得一刻甜蜜時光，享受二人世界的溫馨同幸福。下午茶以蜂蜜為主題，設計得非常精緻，帶來9款鹹甜兼備的精美小點，每一款都充滿創意同心思，保證令味蕾大開，感受到滿滿的幸福滋味。鹹點方面，有煙三文魚玫瑰卷配蜜糖芥末醬，呢款菜式將煙三文魚的鮮香同蜜糖芥末醬的微甜完美融合，口感豐富又清新。仲有蜜糖鴨肝慕斯配蜂蜜麵包多士，鴨肝的濃郁同蜂蜜的甜美相得益彰，入口即化。脆炸雞肉棒棒配蜜糖燒烤醬，香脆外皮同 juicy 雞肉再加上甜甜的燒烤醬，簡直係鹹食控的福音。最特別的仲有蜜餞鮑魚南瓜撻，鮑魚的鮮味同南瓜的甘甜完美結合，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甜點方面更加令人心動，每一款都充滿蜂蜜的甜蜜誘惑。西西里香橙蜜糖蛋糕，橙香同蜜糖的結合，清新又唔會過膩。和風柚子蜜糖意式奶凍，入口絲滑，柚子的清爽同蜜糖的甜味完美平衡。芒果蜜糖慕斯蛋糕，芒果的濃郁果香同慕斯的輕盈口感，令人一試難忘。香梨蜜糖芝士蛋糕，芝士的濃厚同梨子的清甜，層次分明。最後仲有一客香脆蜜糖鬆餅，外脆內軟，配上濃濃的蜂蜜香，簡直甜到心坎裏，完美為呢個下午茶畫上句號。飲品方面，我哋一齊揀咗清新的檸檬洋甘菊蜜，酸甜可口又解膩，完美搭配豐富的甜點同鹹點。除此之外，每位賓客仲會獲贈一杯精選紅酒，酒香同蜂蜜主題的小點相輔相成，增添咗一份高雅同浪漫的氛圍，絕對係味蕾同心靈的雙重享受。更值得一提的是，推廣期內惠顧，仲會獲贈一份獨家禮物包，入面包括白麝香香薰片，散發迷人的清香，一條窩心暖氈，冬天用起來特別溫暖貼心。